去到不如啦。喂，做什麼都不被看好，自問資質不算高，但亦有自己相信的事，想去做。哪個可以給我什麼法寶？能一朝得志免受煎熬。我也很想可被看到，用盡努力但求要你替我感到驕傲。可在親友面前提到，亦不會像從前那般吞吐。曾經想過活着到底為什麼？平凡人那麼多，多了我這麼一個。然而是說再見沒有勇氣，或是我暗裡卻拼命相信。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。誰人都可發光，任我熱情依然未降。成敗與否看我是怎麼看，從來沒標準答案。不要活埋在世俗眼光，重拾自信讓我做我的主角。在世俗眼光。